大家去仲好嘅，而家咧就到金卡 Pokemon 第2集，係啦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咧就會睇下篩選緊，因為由高級到低級，低級嗰啲送俾同學，低級留住都冇乜用，低級都最少一張都5蚊一張啫嘛。你知唔知呢啲咧鍍金紙咧10幾蚊㗎啦？我嗰張啊，每張去賣100，因為好勁啊！等陣先有啲奇奇地。OK 啦，咁而家咧就錄緊，而家喺度篩選嗰啲卡啊，整緊嗰啲卡啦。嚟反光有啲。幫我撳錯掣。成堆嘢。呢啲高級定係低級㗎？呢啲越前就越低級，越後就越高級。咁各位粉絲咁咧，我而家咧第3集見啦，我 set 好個機